3味药材煲汤，滋补肝肾乌白发。明明只有30-40，却已经开始长白发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经常腰酸腿软、头晕耳鸣，精力、记忆力也明显的大不如前。这其实多是身体的肝肾不足的信号。肝藏血，肾藏精，肝肾不足，精血亏虚，身体都得不到足够的滋养，头发自然也就干枯毛糙，甚至早白脱发。这类人交代一个食疗方，只需3味药材，取当归10克、女贞子15克、炙何首乌20克，再加上半只乌鸡一起来煲汤。出锅前还可以再加上10克的枸杞。当归补血活血，女贞子炙何首乌能滋补肝肾，明目乌发，再加上枸杞益精明目，每个星期喝那么1-2次，可以帮助补肝肾、益精血、乌白发。另外一定要记住，别再熬夜了哦。